中，住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主耶和华，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恩之恩、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你的圣殿中，我们齐聚一同敬拜你。感谢主，你爱子的牺牲，洗净我们世人的罪，让我们得以与你和好。求主在你复活的日子，求主也一样复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定睛归向你。求你复活我们的言语，让我们发出能够赞美你的声音。求主复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继续往天路奔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会众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诗歌《你信实何广大》，信良诗选第85首。你信实何广大，圣天父真神。
使徒信经，我们一同来。我信上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请应文诗篇第66篇1至12节，我们可以一起看投影片，由诗会来起，会众来应。诗篇第66篇1至12节，全地都向上帝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上帝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上帝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上帝，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上帝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公祷，我们一起为社会跟我们的教会做祷告。我们为中美洲国家古拉所祷告，求主能够让基督信仰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国家百姓更能够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教会祷告，板桥荣恩堂杨世昌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主赐他们聪明智慧，给执政掌权，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祷告，军警人员祷告，求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启用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Amen。正道理，接下来我们请郑宝华姐妹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今天的经课两处，一处在旧约耶利米书29章第1节及4到7节；第二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2章8到15节。第一处耶利米书29章第1节，在我们教会的圣经本旧约872页。旧约872页。耶利米书29章第1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第4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对一切被掳去的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第二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我们的教会圣经本新约234页。提摩太后书2章第8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辨真理的道。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接下来由我来攻读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以上是神的话。
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3首非常美妙的主曲献给神。我们请诗班。
们谢谢诗班的献诗。接下来我们请本堂蔡文牧师为我们证道，医治多，感恩少。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能够听到美妙的诗歌，非常的高兴啊！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那以利沙，当他在要传递上帝话语的时候，他有音乐来帮助他，让他能够领受上帝的话，再把上帝的话能够传递出去。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聆听诗歌的时候，也是要聆听上帝对我们说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的说话，他的启示来提醒我们。各位，如果在做礼拜的时候，不晓得你刚拿起圣经跟圣诗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圣经跟诗歌本上有不一样的地方？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圆圆的圈圈？有没有？有。好，各位，这个是一个姐妹她愿意为教会来奉献，她愿意把这个记号，它上面特别写的是这个圣灵的果子的记号的贴纸，那贴在这个圣经跟诗歌本上面，那希望可以作为这个我们荣光堂的一个标记跟标志。那当然它上面写的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希望可以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跟提醒。各位知道在早期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些的人，他们把祈祷图，一些妇女的祈祷图，把它就是特别编列出来，用各种的方式，然后成为祷告，然后提醒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所以后来这一批的妇女祈祷图就放在耶鲁大学里面，然后作为一个存档的一个展览。那各位在我们使用任何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圣经上面有标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好像印记一样，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人看见我们就看见说这是属神的人，因为他有圣灵的印记在这个当中。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诗歌本或者是圣经上面有一个印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是属于荣光堂的诗歌本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你拿起诗歌本或是拿起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愿你的圣灵的印记在我的身上，好让我能够使人看出我是属乎你的，我是属于上帝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这几天刚好也是我们的国庆的连假。那不晓得各位知道，在111年前有一群人，他们是这个在除了10月10号这个武昌起义以外，在那一年的3月份，有一群人，他们正在为革命而奋斗，而这些人当中，几乎有60%都是基督徒。那这一群基督徒为什么没事要去做这个事情，要去做这个杀头的工作，要去做这个革命的事业？因为他们心中有一股热情跟热忱，就是他们认为不应该是这样，我的国家不应该是这样，我的家庭不应该是这样，我的家园应该能够改变，应该能够更好。这一群人没事做，为什么要讨论这些？因为这一群人常常在做完礼拜之后有小组聚会。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常常在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平的。但是我在我的国家，我在我的所在的地方，我看不到公平跟公义，我应该怎么去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群人，这60%的这一群72烈士的60%这些基督徒，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希望改变。他们不是只希望说我的生命改变而已，他们希望整个国家要能够改变，他们希望社会能够改变，他们希望我们的力量可以帮助这个国家，帮助这个社会可以改变，才会有100年之后的我们这个国家的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读圣经不是只有让我们自己改变，期待我们也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的环境，让我们所在的地方，因我们而得着改变，因我们而得着祝福。100多年前，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国家改变，愿意社会改变，愿意他们所在的地方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期待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的社会、你所在的地方能够因为你而有所改变？愿上帝帮助我们，把过去这个100年前的那样的一个革命的火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个革命的火的点燃是因着信仰的火，因着信仰的火来点燃那个革命的火。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百姓代求。也许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可以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为国家祷告，为我们的百姓来代求，期待我们能够改变这个国家，期待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期待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要先改变的是自己。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改变我们自己，求上帝的怜悯，让我们可以先改变自己，然后再来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教会，改变你的社会，改变这个国家。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篇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词哈，这个词叫做父子骑驴。我最近有看到有一个图，也是在讲这个事情，不过他是角色改了，一对老夫妇啊。那这个漫画可能大家有看过，或者是知道这个成语的故事，就是有一对老夫妇或是这个父子，他们骑着驴的时候，很多人在他旁边 murmur， 很多人在旁边讲话。哎呀，你看这个人，这个夫妇骑着这个驴子，哎，那个驴子真的是太辛苦了。好，结果这个阿公骑着驴的时候，这个阿嬷在旁边走的时候，对不对？就被人家批评说，你看这个老人家，对不对？连太太都不顾，只有他自己骑驴子。如果太太自己骑的时候，你看又有人家说，这个老太太都不顾她的先生。如果两个都不骑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这个笨蛋，你看连有驴子都不骑。所以各位，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会在身边给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提醒，或是有很多的建议，或是有很多的一些的给我们的很多的说法或是意见。但是我们常常会因为很多人给我们的说法、意见，或是一些的建议，以至于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能够稳定跟安定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或是坚持我们的想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被人家牵着走，或者是被人家的建议给影响，所以我们的心好像那个风，好像那个草一样，被风吹着摇摆不定。所以信仰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信仰是帮助我们坚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也许你所信的不一定很多人都可以接受，也许你所相信的或是你所坚持的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可以满意，但是你知道这是对的，就应当这样继续的坚持跟走下去。所以犹太人这样说，犹太人对信心的解释，他们的解释是这样：信心就是坚持跟持续不断。虽然很多人也许会批评跟论断你，虽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很好的，但是这些人他们知道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对的，是真实的，是好的，我就照着这样继续坚持下去。所以当以前过去以色列的周边有很多的周边的国家，甚至有很多的强国，很多的文化，强势的文化在影响着这个国家。但是这一群人，他们坚持跟持续不断的在他们的信仰跟文化上面，以至于他们虽然国家灭亡了2000年，但是回到现代的时候，他们仍然坚定的相信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没有改变的，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别人有给你很多的意见跟建议，但是听听就好了。你要真正知道上帝对你的提醒，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或是上帝对你的一个感动在什么样的地方。随风摇摆或许是很多人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坚持跟持续不断，那个才是信心。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能够坚持跟持续不断的来坚持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能够带领我们走。也许有人会批评，或是有人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坚持的继续往前走下去。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开头？因为有一群人，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有10个人，这10个人是长大麻风的。
这10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经历这些的恢复跟医治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不一样的表现，跟不一样的一个改变跟心态的变化。但是开始前要先跟大家来介绍那个麻风病啊。那可能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疾病，其实台湾这个病应该已经绝迹了，已经没有了。但是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啊。那我们甚至在台湾还有一些医疗单位是为了这个来设立的。好，那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麻风病。各位知道台语有一句话叫做胎哥，知道吗？胎哥病就是麻风病啊。所以为什么叫胎哥病？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就是脏脏的，这个人看起来就是身体不健康，这个人看起来就是身体有很多的问题，皮肤病的问题是特别严重的。好，所以麻风病是由什么样的东西来感染的？它是有一种病毒，就是麻风病的麻风杆菌。这样的麻风杆菌是会影响、会传染给人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COVID-19 一样。所以在当时，如果是感染上麻风病的人，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他必须要与人隔离，他必须要独自住在某一些地方，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必须要隔离，要单独住在某一些地方，他不能跟人接触或是接近的。所以当有其他人靠近的时候，他要逃开来，或者甚至是要呼喊说：“我是不洁净的，不要让别人靠近他。”所以这样的人通常就是在皮肤病上面特别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说这些人叫做麻风病。严重的有可能会整个皮肤或是整个这个器官会脱落啊，所以这个是麻风病一个很危险跟可怕的地方，因为这个病毒或是这个病菌它是会侵蚀、会吃掉人的。那最早定义这个名字的是这个汉生这个人哈，这个医师，所以他又叫做汉生病，或者是叫做一些的我们在这个 PPT 上面可以看到，那主要是对身体上的一个器官造成的一些的影响，所以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些的COVID-19， 或者是有一些病毒是不可以去接近跟靠近的。好，那有图有真相，所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就是麻风病的病人。早期台湾医疗还不发达的时候，麻风病就是类似像这样，他们必须由一些特别的机构来照顾跟照护他们。那这是一个外国的宣教士收容这个麻风病的病患，各位可以看到他们的脚上那个脚肿得很大，还有身体上面连面部上面都是有很大的这个疾病的。好，这些都是叫做麻风病的病人。台湾最早有收容这些病患的，正式有收容这些病患的是在这个乐生疗养院。各位可能有听过这个机构跟单位，是日本时代的时候，1930年的时候，日本人在这个新庄的地方设的一个疗养院。但是千万不要觉得现在乐生疗养院还在收这些人哈。另外，他们又在这个国民政府来了之后，又在巴黎那个地方有个叫乐山疗养院，那个才是真的叫收容麻风病的。现在的乐生疗养院是收容精神病患的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单位。但是即使他现在不是收容这个麻风病人，但是收容一些在心理上、在精神上面有一些不能跟人接近或不能跟人接触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也有心理上的这个麻风病，是不能跟人接触的，所以需要有特别的一个医疗跟照护在这当中。好，所以为什么耶稣今天要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如果各位有看圣经的地图的话，你要去到某一个地方去，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其实有好多地方是可以去的。通常犹太人不太会去找那些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或者是经过一些麻风病人会住的地方，他们通常都不太会去走这些地方。但是他们会去走哪里？走一些也许要绕路的地方，只要不要去经过那些人就好了，因为这些人叫做不可以接触的人。好，所以今天耶稣特别从那个地方经过，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跟加利利的中间的一条道路上面，经过这个麻风病的一个村落。这些麻风病人他们是要单独居住的有点像我们现在说隔离的那个在某一些地方隔离区一样。这些人他们必须要隔离，因为这个病是会传染给别人的。但是耶稣偏偏要从那个地方经过，
各位知道，如果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特别要从那个地方经过，那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那边一定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或者是他要去做某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一群麻风病人，他们在村落里面，他们可能已经有耳闻耶稣要经过了，所以他们在路边在堵他，在堵耶稣什么？各位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如果翻回到圣经里面，请大家看一下，在圣经里面他们怎么堵耶稣的。请大家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17章，路加福音17章的13节。好，路加福音17章13节，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段的圣经哈，17章13节一起念来，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喊一个事情说：“耶稣啊，你可怜我们吧！你来医治我们，你来恢复我们。”这些人他们也许不能够跟其他人接近，但是至少他们知道或听过耶稣是可以医病的，或是他可能曾经听过耶稣可能医治过谁，他也是长大麻风的。圣经里面有很多长大麻风被耶稣医治的，包括有一个法利赛人叫西门的人，他也是一个被耶稣医治过的一个麻风病的病人。当耶稣要经过的时候，这些人在路口堵他的时候做什么？他告诉耶稣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相信耶稣是可以救他们的，他们相信耶稣是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的，他们相信耶稣一定有办法可以医治他们，因为他们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信耶稣信很久了，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可以恢复跟医治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很多时候我们信久了反而是麻痹了，信久了反而是没有动力了，信久了我们反而不相信了。反而是有很多人，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还没认识耶稣，但是他知道你的祷告很有用。各位知道有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或是邻居，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这样问你哈，他说你是基督徒，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让我的病可以好？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让我事情可以成就？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反而没有信主的人比我们有信心呢。听得懂意思吗？没有信主的人反而比我们有信心，可是我们常常信主的人是没有信心的。我们常常信心是很软弱很小的。哎呀，上帝你没有医治我，哎呀，你是不是我祷告不灵验了？是不是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常常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怀疑，可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反而是信心很坚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渴慕跟恳求，希望你能够帮助他们的时候，不要去忽略跟忽视那个时间，因为你就代表了耶稣来帮助他们跟医治他们。虽然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很多人说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信，所以需要为他们祷告。他们还没有信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代表着耶稣来为他们祷告。我常常跟各位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以前在马祖的时候，常常讲说，我们去村落探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指着我们说，那些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为什么？因为信耶稣的人来了，可是他们不会说信耶稣，他们说是耶稣来了。为什么？因为看到信耶稣的人，就代表了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是代表耶稣来的？你是代表着耶稣来到这个社区，你代表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你代表耶稣来到这个城市，你要进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应这10个人哈。当然我们要了解说，这些人他们是心里面没有办法跟人接近，身体上面也没有办法跟人接近的，但是耶稣了解他们的感受，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耶稣知道没有人理他们，所以耶稣更愿意来亲近他们。虽然没有人愿意来理会这些人，但是耶稣却愿意来理他们，愿意跟他们做连结，愿意来跟他们有好的联系。虽然没有人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越没有人去看到的，越没有人去接触到的，越没有人去想到的，越没有人去接近的，更是我们需要去关心跟关怀的这一群人。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应这10个人。14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4节，耶稣怎么回答这些人。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吧，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虽然宣告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有信心，可是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去做什么？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们去给祭司查看。过去古代的人医疗不发达，所以他们用谁来做一个判断，说身体好了没有？其实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透过祭司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要检查是不是你的身体已经恢复健康，必须由祭司来做判断。所以耶稣讲这个话是合乎律法的。但是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真的叫我去见祭司就会好了吗？你要想象那个当时的情况是，这些人身上有麻风病的，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讲完这个话，不是马上就变好哦，不是马上就变好。这些人他们可能还要犹豫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变好呢？好，各位知道，当他们要去的那个路程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挣扎。耶稣宣告说，你们已经得到医治了，应该要去给祭司查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信心说，我愿意往耶路撒冷去祭司去圣殿的地方，我要去给祭司查看？这是一个信仰的挑战，就是当我还没看到我好了，但是我是不是有信心说，耶稣这样告诉我，所以我就这样去做，我愿意这样去做？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不是马上立刻身体就恢复得到洁净，是在过去去耶路撒冷去给祭司查看的路上，才能够得到恢复跟医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祭司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查看这些叫做染病的人，他们是不是得到痊愈，所以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14章的第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利未记14章的第2节，一起念来。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好，所以利未记里面有这样的记录，就是如果你身体好了，那么你必须要去给祭司去做查验。查验完了之后，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献祭，献平安祭，献这个感恩祭给上帝，然后表达你已经感谢上帝给你的恢复跟医治。所以这个是在旧约圣经利未记里面的一个惯例，就是如果你已经身体得到恢复跟医治，祭司查看了认为没有问题，那么你就要献祭在上帝的面前，要向上帝献上感谢跟感恩。好，所以这个是过去旧约里面的一个惯例是这样。然后我们看到在今天里面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特别把这个回来感恩的人做了标记。我们来看一下15节到16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5、16节，一起念来。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亲爱的弟兄姐妹，10个人，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查验。好，他们就去了。我相信他们在去耶路撒冷的路程当中，他们就发现每走一步，身体上就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出去到快要到圣殿的时候，快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可能身体已经好了，要去给祭司查看。所有的人都赶快跑去要给祭司查看，查看完之后要做什么？赶快回家！我已经多久没有回家了？我要赶快回家，我要抱小孩，我要去抱抱太太，我要去跟我的家人见面，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我要开始我的新工作，因为我已经得到恢复跟医治了。这是人之常情。人得到恢复跟医治之后，太棒了，我得到恢复跟医治，我要回去继续我过去的工作，继续我过去所做的事情，继续去做我以前应该要去做的，弥补一下，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圣经里面说，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他见了自己好了，他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上帝。而且这个人叫做撒玛利亚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世仇，他们是互相不来往的，他们是互相不联络的。得麻风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撒玛利亚人。但是得到好了之后，这个撒玛利亚人
自己跑回来，其他的人都不见了，其他的人继续做他的事情，只有这个人跑回来跟耶稣表达感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也没有再去顾念说，哎，你跟我们是以前都一起同住同吃的人啊，我们跟你一起回来，也没有。这些人他们没有跟着这个撒玛利亚人一起回来，因为我已经好了，你跟我是不同族的人，我们还是各分道扬镳，各自走自己的路，你要回去你自己回去。这些犹太人他们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回家抱小孩，回家去工作，回家去这个照顾家庭，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只有这一个被排斥的，不能够进入圣殿的，不能够来这个到圣殿里面敬拜上帝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回到耶稣的面前来表达他的感谢跟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牧师有点挣扎，就是有时候讲的信息有点重会伤人的心。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信主信久的人，信耶稣信久的人，我们反而有一些表现不如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学习像别人那样对上帝的敬虔跟对上帝的敬畏。很多人他们在认识上帝以前，他们都是很敬畏上帝的，因为我们很多民间信仰他们都是这样教导，让很多人可以知道神明是不可以随便对待的，神明是不可以随便去轻忽的。很多人敬畏神，但是他们拜的神是假的。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拜的神是真的，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很轻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重跟看到你应该要去看重你所拜的神是真的？这些人他们是假神，但是他们真的敬虔在拜。而我们说我们拜真神，但是我们却用很虚伪的态度应付就好了，或者是我们的态度上面就是随便就好了。我们反而是用很随便的态度在对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回到耶稣的面前来表达他的感谢跟感恩。很多人以为说福音是叫我们要去做些什么，而不是看到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所以你的福音不是要告诉你说你要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你要常常去想，上帝为我做了些什么，我为什么要感谢他，为什么我要表达感谢跟感恩，他在我生命当中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让我的生命可以从此跟过去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回想到你信主的那一刻，你的生命有哪些改变吗？你有没有回想到你信主的那一刻，那个时候你有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你以前信主之前你是什么样式，现在你成为何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不是让你去夸口我要做什么，信仰是要夸口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些什么。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而我如今成为一个何等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是上帝的工作，让我们可以重新改变，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开始，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有新生命，那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不再被罪捆绑，因为有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工作掌权。我不再被罪辖制，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要跟随主的脚中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而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所以福音是让我们看到神已经成就了。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不代表你也要跟着去做。这些1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回到耶稣的面前来向耶稣表达感谢跟感恩，其他9个人回去一样做自己的工作，一样回去做自己的事，一样回家里抱小孩，一样回去家里面做他的事情，或是继续跟着他以前一样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会回到神的面前来表达感谢跟感恩？以前我还年轻的时候，当这个青少年辅导的时候，在我的教会里面，曾经有过一个年轻人，他因为飙车的关系，所以后来在就是飙车的过程当中出了车祸，其实脑袋差一点被削了一半了也是状况蛮危急的，里面都有很多血块。其实那时候
教会为这个年轻人祷告了许久，教会关心这个年轻人，然后许多人为他祷告，父母亲也期待教会能够为他的孩子祷告。这个年轻人希望他可以能够脱离那个险境，脱离那个状况。可是当这个孩子他后来清醒了，他后来身体也渐渐的恢复了，这个本来这个脑袋需要开刀的地方也都清除掉血块了，他恢复了他的身体的状况，恢复了他的情况之后，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回到了神的面前来。他仍然是过他过去的生活，继续的飙车，继续的身体好了，我继续去做我以前想要享受的，我继续去享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会回到上帝面前来感谢上帝，说感谢上帝给我有再一次的机会？有多少人会去感激上帝，说上帝谢谢你给我有再一次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些人不会懂得珍惜再一次的机会。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更多会是这样，很多人已经越来越忘记说上帝给我有再一次的机会，我应当好好的去把握跟掌握这个再一次的机会。上帝帮助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在做的事情，不代表你也要这样做。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做了一个决定，是跟其他人不一样。其实他也进不了圣殿去给祭司查看，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但是他要做一件事情，是他要回到耶稣的面前来表达感谢跟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懂得学习表达感谢跟感恩。你所得到的一切不是你原本该有的，所以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你不应该有的，但是你得到了。恩典是你本来不应该有的，但是你得到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应该有的，我们不应该得到这个恩典的，但是我却得到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用钱去换的，不是我用我的代价去换的，那个叫恩典。恩典是你没有办法付得起，所以上帝给你的，那叫恩典。所以18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跟这个人讲了什么。这个得到身体恢复的这个人，他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了什么？1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一起念来。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除了这个外族人，这个本来看起来不应该是这个在信仰圈子里面的人，居然回来感谢上帝了。这个会懂得回来表达感谢跟感恩的人，他是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是还没有信上帝的人，但是他却回来感谢跟感恩。而那些信主的人却没有回来感谢跟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跟反差。一个撒玛利亚人，血统上面犹太人看不起的，你是不能够进圣殿的人，你是应该是要在圣殿以外的，你是不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约之内的这些人，因为你们是混血的，这些人反而他们有了机会，反而他们回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表达感谢跟感恩。所以刘晓婷牧师这样说，刘晓婷就是那个老三哈，就是好消息里面那个老三。他这样说什么？他说，敬畏神是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圣经里面常常说敬畏神，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神是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你有没有把上帝当上帝？有没有看到上帝是值得你敬畏的，应当去敬畏的？能够敬畏神，能够对神产生有这样的敬畏的感受的，是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所以这个曾经有麻风病的这个人，他的生命，他的过去的一切已经不能再定义他，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让我们看到我们一切的罪孽，神要透过他的恩典来恢复跟医治我们。这10个人里面，只有这个人他回来，而且耶稣告诉他一件事情。我们来看19节，这个是其他9个人没有的。1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9节，一起念来。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9个人他们都得到恢复跟医治，这撒玛利亚人也得到了。但是这个回来感恩的人，他却得到了什么？耶稣告诉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不单是得到了身体的医治，他也得到了什么？心理的医治。很多人外在有麻风病，可以得到恢复跟医治，但是内在的麻风病没有得到恢复跟医治。
内在的麻风病有的很严重，是他连跟人接触都不愿意，他连跟人接触都不敢，他不要接触人，他跟人是隔离的。然而这个人他不但是身体得到医治，他的心里也得到恢复跟医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这个人，他的身体跟心理都得到了恢复跟健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希望你的心理得到恢复跟医治，身体得到恢复跟医治，全人都得到恢复跟医治，那么你要回来到神的里面来，让这个信救了你，让你可以得到整个人能够得到改变，整个人能够得到不一样。诗篇147篇3节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耶稣不但要医治我们的外在，也要医治我们的内心。所以戴德生这样说，他说：“坦诚信靠上帝的人，上帝在他里面，也在他生命里成就许多的事情。”各位知道戴德生他是一个英国人，但是其实他从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以他的身体跟状况，他其实不适合当宣教士。可是其实他是中国内地会的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为什么？因为他只有一个心志，就是他愿意到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他愿意到当时最落后的国家那个中国那个地方，他愿意去那个地方，他愿意去，上帝就使用他在那里设立了内地会。内地会的宗旨就是不靠任何的差会的协助跟帮忙，他们要在那个地方自己建立这个宣教的系统。所以戴德生牧师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但是他却能够在中国这个地方能够撑住待下来，并且在那里成立了内地会。如果不是上帝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撑在那个地方许久的时间。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人看作不可能的，在神面前凡事都能的。所以信心是得到应许最好的方法。所以你希望得到上帝的应许，那么我们需要建立信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凭着信心来支取上帝的恩典。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事情学习的。第一个，耶稣愿意接触人，无论是疾病的或者是健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身体有一些的病痛，或许你的心里面也有一些的疾病。有的人是外在的麻风病，有的人是内心的麻风病。但是无论是健康的或是疾病的，耶稣都愿意跟我们来接近，耶稣都愿意跟我们来建立关系，耶稣都愿意亲近我们。这是耶稣的决定，这是耶稣做的事情。耶稣可以走大路，可以走不一样的路，他可以去到比较健康的人那里去，但是他愿意去到那些不健康的人当中。耶稣愿意接触人，不管是有疾病的或者是健康的人。如果我们愿意像耶稣那样去爱人的话，那么我们要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待人。耶稣看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我们也用耶稣的眼光来去看待人。所以 Bill Wilson 这样说：看见他人的需要，就是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些地方是需要你去帮助的，是需要你去做的，是需要你投入在那个地方，是要你刻意的去到那边去才能够帮助到他们的。看见他人的需要，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些地方是需要你进去投入在那里的？第二个，耶稣乐意成为人生命的答案。耶稣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答案，他愿意帮助人，愿意改变人。唯有耶稣能够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你身边有很多人有需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你可以代表耶稣做一些事情。当你身边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为他们陪伴，做倾听者。不一定你要送很多的礼物，但是你可以成为一个倾听者，可以成为一个陪伴的人。当然有一些人他有生病有病痛，那么需要人陪伴跟帮助。也许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祷告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常常为他们祷告。也许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疾病跟生病的状态。如果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这样的疾病的时候，要相信几个事情。第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仍然有权柄可以做医治的祷告。今天上帝仍然要做医治的工作，透过我们，还有透过信心的宣告，透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透过弟兄姐妹的爱心跟信心，我们相信生病能够得到恢复跟医治，不单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有包括心理上的疾病。第三个，耶稣满意人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所以感恩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讲到记号，人从你的身上会看到一些的记号，这些记号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基督徒不是代表你比别人优秀，跟别人有什么样的大的差别，而是我们有恩典的记号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大卫耶利米他这样说：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都能够找到可以感恩跟感谢的理由。也许有很多事情，包括你现在有可能有在疾病的当中，或许很难感谢跟感恩，但是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值得感谢的，或是感恩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去找到它。所以感恩是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要工作在柔软的心里面，他要为我们做奇妙的事情。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感恩不应该是只有一个术语，它应该是生命。我知道有很多的宗教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恩比如说很多的比如说像慈济，他们也常常会讲感恩或者是很多人他们会讲感恩。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感恩不要成为你口头上嘴巴里面的话，而是要成为你的生命。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本来应该有的，我们本来出生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带来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带来，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跟身边的人帮助我们。我记得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虽然我的父亲的家族是基督徒，那我的父亲是不信的。我的父亲曾经这样说：这个上帝是我家是我亲，是我欠钱免还类似像这个，很多人祷告是这样。好，但是其实他心里面很过不去，就是他认为说，这个家里面经济是我在赚钱的，为什么要感谢上帝？为什么要感谢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一切？那时候是他一直过不去的地方。当然后来我年纪渐长的时候，当我信主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们要感谢跟感恩是什么。虽然我们知道说很多东西是人给我们的帮助，但是也是透过上帝的工作跟安排，好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享受到这一切。所以当你领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但是当然我们要感谢人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帮助跟支持。所以当你感谢人的时候，也要记得感谢上帝，因为有上帝的工作跟安排，才能够让我们享受这一切的丰富。感谢上帝跟感谢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感恩文化跟感谢文化的教会，在我们的荣光堂里面。荣光堂需要有更多的感谢跟感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挑剔跟批评说这个做得不够好，这个不够多，这个不够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少有感谢跟感恩。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感谢跟感恩的教会。懂得感谢跟感恩，你会发现你身边的贵人特别多。我常常跟师母讲说，你要看到贵人很多，就是你要看到当你感谢跟感恩的时候，你的身边的贵人特别多。但是如果你挑剔跟批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身边的小人特别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多让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多用感谢跟赞美，不管感谢人或是感谢上帝，而不是挑剔人跟挑剔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看到有很多的贵人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上帝在我们的身边，而不是去挑剔很多事情，就像麻风病患一样，他看到什么都是要排斥的，都不能跟我在一起的。上帝帮助我们，感恩是一个生命，而不是一个术语，不是宗教术语，应该是一个生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感恩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的术语。帮助我们不是只有把感恩放在嘴巴里面，而是成为我们的行动，成为我们可以去行动的状况。谢谢你恩待我们，也让我们荣光堂成为一个会感恩、学习感恩、愿意感恩的教会，使人看见荣光堂跟别的教会不一样。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蔡牧师的正道。接下来我们来金句背诵，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17章19节2次，请。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路加福音17章19节，再一次。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路加福音17章19节。接下来回应诗歌，请会中心起立，我们来唱《新灵粮词选》第254首《奇异恩典》。
坐。我们请司宪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主啊，与你同在就是丰富。我们不论在生活中的高山，在生活中的低谷，都赞美神。感谢神的教导跟带领，感谢你的恩典赐予，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献上主你而来的恩典，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陈歌》。让我来介绍2位新朋友。第一位是伊方昭，姐妹，你好。她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谢谢你啊，请坐。我们等一下请一起来欢迎她。第二位是张承恩，弟兄，在楼上。好，我们等一下也一起用我们的欢迎歌来欢迎他们，让我们一起来，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让我生儿女。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拱手问安，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
下来我们报告教会的肢体消息跟事工。今日是圣灵降临节第18主日，欢迎参加主日聚会的新朋友，愿神赐福给你。下周10月16号主日是由陈启峰牧师来主讲国语、台语2堂聚会，请弟兄姐妹预备心灵领受神的话语，也跟很久没见的陈启峰牧师打个招呼。第三，凤山卫理堂高银珍牧师届龄荣退，将于10月16号举办退休交接礼拜，由吴怡慧牧师接任凤山卫理堂的主任牧师，请林继博老师代表本堂参加，请为交接顺利祷告。再来是本堂将选出2023年的新任执事及执事会的服事主席哈，那请为顺利选出合适的同工参与侍奉祷告。第5点是南教区将由10月22号下午1点半在高雄卫理堂举办培灵布道会，讲员是新任的卫理神学院院长魏连月，内容有关于基督徒的生死学与基督徒终末观哈，那欢迎参加，请向银卢干事报名。那本堂将于11月13号召开2022年的记忆会。会中选出2023年的新任执事及年议会的代表，也为此大家一起祷告。那么第7点是教会承认主日学本学期的将于主日后开课，那但是本周暂停一次。那请大家为了课程顺利祷告。那么再来是卫理神学院延伸班已开释经学的课程，请为学生顺利报名祷告。再来是会友及布道部门录制小组有录制小组聚会灵修的影片准备要上线了，那请弟兄姐妹关心及这个为录播的过程祷告。第10点是蔡牧师即将开新旧约圣经纵览课程。新旧约圣经纵览是红本门徒的预备课程，请欢迎旁听。那再来是教会将于2022年推动 I 读经计划，有意愿参加的也跟属于指示报名哈。那本周研经释义阅读耶利米书7章1到第1节，12章到12章17节，请为会有的灵修生命增长祷告。因着疫情逐渐缓解，教会周四祷告会将开放为实体跟线上并行举行。那么的教会的各小组的成人组以及成人主日学活动，将由这个各小组来决定是否要开放线上开放实体那还或者是线上。那主日崇拜及台语堂以及以及国语不论台语跟国语都是以实体跟线上都并行。那如果弟兄姐妹的身体有情况不佳的，尽量以就是线上崇拜为主。因着这个直播实体的敬拜并行那如果弟兄姐妹有一般的奉献及特定的11奉献或感动的，都可以由这个线上转账。那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参阅可以请教办公室那么最后一点是第14点。这个有关于这个我们12月18要举办圣经会考，我们这边请洪林执事帮我们做一个补充说明。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2022已经过了3季了，即将迎来圣诞节。不知各位今年的灵命方面是否有成长呢？为了让各位有检视自己圣经熟悉度的机会，我们将在12月18举行第2次的圣经会考。12月18，就在这一天，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3次。那请预先将日期保留下来，大人小孩都可以参加。那我们为了方便统计奖品，所以这次是采用事先报名的方式。上次没有来得及参加的人，这次一定要把握机会。那报名表已经夹在周报里了，请赶快拿起来填写，就是这一张。有人没有的话，可以再去桌子上拿。那填完之后交给我，或交给办公室也可以。那总共有3场，那只要勾选1场就好了。那如果你想要3场都参加的话，我也不介意。那不过礼物只有1份。那线上的朋友呢，帮我拨下一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报名。那我们在LINE群组上面也有放那个报名的连结，你也可以直接登记就好了。那此次我们不提供试题，那仅提供试题范围。那我们采用 Open Book 的方式，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翻前面座位上面的圣经来查找答案。经文就是用和本的圣经。那我们这次进行的方式呢，也是采用线上及实体同步进行。不方便到现场的会友，可以参加线上作答。我们考试的题目只有10题，有填充也有选择，答完即可凭试卷来领礼物。线上参加的我们会把奖品预留下来，那你中间有扣的时候再来领取就好了。那考试的范围呢，让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会从每周主日金句，最主要是从10月到12月的部分抽金句，还有成人主日学，最主要是基要真理的部分，总共抽5题。那还有从9月份的每日研经释义，就是这一本啊。9月研经释义是哥林多前后书，我们也会抽4题。那我们必考题就是爱的真谛，也是从哥林多前书13章出来的。这首歌有人没听过吗？如果有没听过的，可能要参加我们圣乐赏析的课程。那因为没有提供题库，为了让大家有练习的机会，我每2周会提供线上4题，让大家练习。请注意LINE总版及各群组的讯息。那以上是事工报告。接下来我有2件事想要分享。不知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马拉松？有看过吗？然后看到这张照片，我不知道你们会注意到什么。那关于赛跑的事情，保罗有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1人。你们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大家都只看到第1名，可是没有人注意坚持完赛的最后1名。比赛不可能人人都得第1名，但是可以捉拿持续坚持的最后1名。即使最后1名终究还是抵达终点。就像奔跑天路一样，你是否持续坚持走在对的路上，不放弃？但是前提是要成为参赛者，而不是旁观者。不要像这张照片一样，左边的啦啦队加油得很用力，可是他也不会有奖赏哦。让我们学像保罗一样，为着福音的缘故，充实自己，攻克己身，叫神服我。鼓励你，如果还没有参加任何一堂主日学的会友们，赶快加入任何一堂，让我们对圣经的话语能够更熟悉，然后每日可以透过研经释义，不断的训练自己。各位知道我们目前有哪些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吗？我在介绍我们这几班的各位老师哈，我第一个就是圣乐赏析的老师，有肖天一跟王如君老师，可以请他们2位站起来一下嘛。然后肖天一在后面。然后小先知书2是赵少文及慧玲老师。然后新约纵览是贺兆鼎及李迪华老师。然后基要真理是周雄及汪怀宇老师。虽然教师节已过，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些老师，我们再掌声一次鼓励给他们好吗？谢谢他们。在上面的就看不到我们的老师了哈，鼓励你们下来与我们一起哈。然后每一班老师都是很认真的准备课程，请各位珍惜哦。
我们开办成人主日学，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充实自己，也能够更明白真理，以抵挡各种假使徒的考验，也为了传福音做准备。更重要的是要有不断练习的机会，鼓励你参加教会的各种事工。目前儿主及青少期，还有社青，都缺服事的同工，可以洽各团契的负责人。我再说，先让自己成为参赛者，你才有得奖的机会。个人有各自的恩赐，找到主给你的恩赐，发挥你的热情，让荣光堂真的成为有主荣光的地方。最后我套一句星巴克的广告，彼此勉励哦。我不是已经在天堂了，就是在往天堂的路上前进。好，别忘了记得交报名表，奖品就在你们的手上哦。谢谢大家。谢谢洪宁执事的报告，希望大家都继续在往天堂路上跑步哈。那接下来这题消息，疫情又升温了，外出请注意自身的防护。那也为确诊的家庭及弟兄姐妹身体治疗及恢复祷告，也为要准备施打第3、第4剂的会友及这个小朋友5到11岁小朋友在施打中有平安，施打后的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祷告。那我想这个面对疫情我们是警醒但不要紧张。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恢复身体健康。那我们也持续为身体不适的祷告。那也除了为大家祷告以外，我们也看到有这些人，那我们也在平常的生活中，请为大家打个招呼。那面对面的大家确认一下大家的那个身体状况如何。那么也谢谢大家前阵子为我的脚那一直持续的祷告。那我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走路没有问题。那如果要跑步跟跑路的都不用找我，因为我还是不行。对，那谢谢大家哈。那接下来这个牧师，好，牧师代理那个我们的会友布道的那个执事代理报告哈，我们已经有这个录播这个一同领导的影片还有这个圣经中览的课程也都放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 上面。那如果弟兄姐妹你可以搜寻，就是假设如果你有看直播或是看教会的直播影片的话，那直播影片的下方有一个小圆圈，那个可以进去就可以去找到之前的所有的我们的讲道的影片，还有所有的这个资料都在里面或者是我们会定期的师母会放在连结上面，让大家可以进去来看。那这些除了我们自己看以外，也期待弟兄姐妹可以把它广为去传递。我们没有版权就是让这个影片可以尽量的可以流传给很多需要的人。特别现在有很多人在疫情中没有办法出门，没有办法来参加实体聚会的，或是小组聚会的，我们请弟兄姐妹可以多给他们有一些这种电子版的福音单张，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可以这样的一个认识跟了解这个小组聚会跟这个教会里面的聚会的一些的样式那下个礼拜是那个凤山的高真颖牧师要退休，所以我们教会有为他有预备一些这个安排的这样的一个人员参加，还有我们的预备的一些礼物要给他。那高真颖牧师在我们教会也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服事，那后来开拓凤山的教会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为凤山的教会来祷告。这是我们荣光堂的子堂，我们希望它能够越成长越壮大，甚至以后超过母堂的规模都好。我们期待为凤山祷告，希望凤山能够成为一个将来成为上帝所复兴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也为凤山的教会来祷告。那下个礼拜牧师要去台中去探访3个教会。那因为今年被会都指派做教会增长委员会的主席，那所以必须要去关心一些教会的需要，所以请为牧师出入祷告。那上次去台北还好，回来也都没事每次回来都有筛检，所以都没事，所以请大家放心，牧师现在没事所以请但是也请为牧师祷告，希望出入我们都平安。
然后回来也是很平安的，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让教会的运作可以继续的能够来运作。那下礼拜陈启峰牧师来我们当中分享，他是我们当中退休的牧师，那他也很关心我们的教会，那他要期待回来跟我们做一些的分享，也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邀请你的邻居一起来参加。以上，谢谢。我们请起立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圣灵与我们同在，使人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印记，也保护我们出入得平安。特别为连假当中出入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无论在哪里，恩典祝福也随着他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祷告。在病痛中、忧伤中的弟兄，请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